安妞安妞。唔知嘅，條都冇看到。好嘞啦，有冇事情呢？做唔得啦，你看得下。阿妹，哪个位置？冇看到人哋冇限下，這個拿啦。对了，给。好，酒了。好。以后阿爸要酒了。哦，聲音哦。阿妹，有啊有人咋？咩狗狗唔係哈？你要在哪呀？阿爸皮包。咪輕唔奶咯，唔鬼事嘅。你不敢帶來哦，那可能你就低嘅。啊，敬上，欢迎欢迎，来点请，来点请。いらっしゃい。社長さん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。どうぞ。来点请。どうぞどうぞ。欢迎欢迎。来点请。李先生，谢谢。よく来たな。多谢多谢。どうぞ。来点请。来，来点请。对了对了。这样一个麻烦你了。对了。先生，どうぞ。多谢。今日人真多哦。对啊，真老练呢。真好嘞哦。报社拢请这种报社过来。进来。哎，李长，你好你好，这边就要麻烦你报社甲阮斗先等啊哈。是。哎，我在趁这个时间参与一下重新休假无？会使，来，我带你下去。多少？你看下面谁？来点请。到了，到了。部長，部長，歡迎歡迎。我係你平常後背皮渣啦。啊，安尼哦，來，我帶你入去。刚才你帮我退啦，今麦等你停車少交關袂付嘅。唔會啦。哎呀，你估帶弄來咯。總過來啊！好啦。晨晨。我感觉真公平啊，真欢喜。较早敢有来过讲话堂？唔捌呢，头一遍来。先生，歹势，你坐倒啊？我凊彩坐就好啊。哦，遐有位啦，你坐遐。倒了。
也无半树顶的春风对面吹，早起买花袂输价，掠着少年家。古年表子并马白，谁甲人子弟？想要问伊行歹势，心内大疲惫。心に響く歌だ。多謝多謝。眩しく輝いてるな、すず。救鬼啊！救鬼啊！有龙虾哦！拍谁拍谁？我等来。这紧，部长，阿狗回来啊！所来是毋是要送大龙帮的三十块？大龙帮先送游乐场，游乐场遐的巨人客较侪。做伙送啊！卖哦，你顶摆跋倒，摔甲规身去盘水糊糊。这做你放心啊，我即摆骑车的技术，伊一棒的啦。记查伊啦，若摔歹叫伊爬。多谢你啊！阿公来嘞！嘿，姨夫啊，眼睛无看到哦。阿爸来啊！是啊是啊是啊。先有我看到。是啊，你专去龙潭参的啦，搞怪都钟情啦，粉粉啦。安尼哦。嘿。这个三点我暗度啊。哦，以前去恁公司啊，讲我见的古代人要做时装啊。根本不是买到暗度啊，用诶，嫌钱得多嘿。我应该是痛的。哎，到火车了，女生。阿公安子谁？乖。好吃了。阿爸，吃茶。好好好。哎呀。好茶。你喺下人做有机的茶啦。有机茶的茶，迄只个苗栗山区的纯茶，茶好，价势也较高。个以前伊当年啊赚几多钱？有100元哦，比以前佢哋发烟的时阵量搁较多呢。个钱多有乜个用？嗰啲唔系正当嘅条路啊！你看啊，男关系按复杂，按茶法，更加一直几次嘅，还是才没唔改的。现在看啊，有机会就爱听话嘅，向你去学个教书，也让你判法。哎，先生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林先生，老张。老张。兄弟哦。无闲啊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青菜。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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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哦，头家啊，今仔日生意真好呢哦。大家拢咧听你的望春风呢。安尼啊。哎，大家，今日放这条歌吼，会作曲家就是日本人。李灵秋先生，哇，大家看下就知哦。是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多谢。阿狗啊，啊你又伫遮咧？嘿，阿狗啊，讲安尼啦，看到我敢若看到鬼，走敢若飞咧吼。刘生，
哦，你最近看起来敢若无啥共款哩的。哪有？无啥共啊。倒位？你行路敢若有风呢。啊，我咧行路有风，无可能有轻功咧，啊，会飞咧。讲正经诶，刘仔，来请问者，你咧写一条歌，到底是几元？安尼啦5钱咧？不是啦，5块啦。哈，5块？哦，一袋米2块，啊，你5块？哎呦，你发财啊嘛你？无啦，啊头家啊，讲啥物发财啦？是恁大家唔甘念啦，好无？啊，今日大家若听得袂歹，唔使得去啦，好，好。啊头家对，来，嘛摕一条我啦。啊，你家己爱？哎喏。你家己写歌，家己买。哦，当然啦，来。哎呀，你我嘛发了呢。哎，你发了，大家拢发，摕一条啊。好来。好。来，我走。嘛是爱走。啊，买，好听，早一点去啦。哎，啊，林秋啊，你嗨啊啦？啊，啥物嗨啊？你即摆吼走袂去啊！你迄5块元做事费嘛无够，我看吼你即摆吼连顶灶吼拢爱摕转啊！啊，他是啥物代志？你讲安尼？我拄啊转来吼，规路拢咧放你的放春风呢。我想吼，一定袂甲比外校收较好。哎呦，迄个真歹讲的啦。哎，现在真歹讲，你钱吼天传的啦。啊，对啦。啊，这位是，伊就是朴有的社长，卡古桑。哦，卡古桑，叫用，请坐啦。哎，坐啦。好，多谢。啊，林秋啊，你坐遐啦。要紧啊，我坐遮落。哎呀，你坐遐，人是要来找你讲代志。好意思，好啦，啊，坐啦。好，来。这个《望春风》哦，确实是好听啦。其实日本啊，卡西瓦诺嘛真有眼光，真有魄力。咱台湾这几间哦，去帮回上，拢跟得出歌戏民谣童谣时阵哦，伊就开始做流行歌。卡古桑吼，因即马安生要出流行歌啦。哦，钱财人才有够，才会当做流行歌。我头拄有听讲哦，卡西瓦诺一条歌互你5块嘛。无安尼好啦，我共款嘛付你5块，你敢会当替我写？好啊，安尼咱唔好。有影，真好。来啦，啉茶啦。真好。有闲到啊！来，各位，礼物现。来，请坐。土上听讲是客家人，啊，这闽南话唔知听有无吼？听有啦，嘛会晓讲。我自细汉的时阵就搬来台北啊。啊，恁祖厝唔知徛伫底？桃园龙潭。桃园龙潭姓地，有一户真出名哦。思乡世家听讲，进门就出三个秀才，3个哦。哦，迄是阮阿祖、阿公甲叔讲啦。哈？安尼啊？安尼你从事音乐，恁乌土上敢有赞成？阮老爸伊足反对的啦。伊是总督府国语校汉学先生，啊我可是读书法的。哇，但安尼毋爱经过一番的革命哦。有时大人管嘛袂歹啊，像我无人管，阮老爸早就过身啊啦。我公校毕业尔，爱做啥做啥。啊，你迄间学校敢有读毕业？啊，当然嘛有毕业，爱看我的证书无？这林秋哦，比公校毕业的搁较有学问啦。这哦，讲起来拢是命啦。啊，阮老爸哦，伫牛埔仔做油开米厂啦。我细汉时阵，伊嘛甲我真栽培呢，伊请上好的汉学仔先来教我汉学啦。啊，像在共做保，厝的财产哦，拢互查封去，我毋才会沦落去做工友来斗还价。啊，你有啥头冤谈？
这望春风街头巷尾拢有人咧唱，即马阁有人叫你台湾歌词第1人呢。是啦，莫讲遐啦，今仔哦，咱大家是来庆祝来，啉酒啦，食